关于近日香港的这个议题那我想我们要重申台湾支持香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这些核心价值。那么有关处理台港交流或者港人来台要求协助等事项，现行香港澳门关系条例以及其许可办法已经有相关的规范，那么政府会依据人道原则跟相关的法规给予个案妥适的处理。那么这些学生我们也有跟他们表达意见也接受他们的意见交流那么我们知道他们这些学生对于许多可能停留在台湾寻求协助的人希望他们能够获得这个妥善或是有积极的协助感到这个焦虑，我们能够理解。那我们也跟他们做了必要的沟通，那么他们也对于来台的一些发言造成一些误会，也提出了澄清。那么未来我们还是依照现行的港澳条例相关的法规机制，那么以及人道的原则，给予个案必要的协助。谢谢。那另外，您提到这个中共国台办主任刘捷一他的一篇文章，好像是一本书里面的东西的。这本书就是四中全会的很多谈话，它就是后面这一篇了你可以看一下，有这个我想《人民日报》今天所刊登刘捷一的文章其实就是中共四中全会有关决定这个决定四中全会就是关于这个什么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辅导读本的内容。我想近期《人民日报》均在这里逐一刊登这个读本里面的相关各篇文章，那么宣传中共各领域治理的主张，那么在对台部分也是重申它的政策旧调。我们两岸政策的立场一贯，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台湾从来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台湾的主流民意坚决反对一国两制，北京当局要发展良性互动的两岸关系，必须认清此一事实。谢谢。